腎臟嘅功能係過濾體內嘅水分同埋多餘嘅液體，形成尿液。但係當患上慢性腎病，腎功能下降，體內體液、電解質同代謝廢棄物量達到致命程度，就會威脅生命。先兆㗎。首先，如果個腎有事嘅話咧，咁腎臟係冇痛嘅感覺㗎。亦都因為咁啦，好多人咧都係喺發現腎功能有事嘅時候咧，已經有啲遲㗎咯喎。嚴重個案咧就係腎功能嘅發現嘅時候得翻1成咋。有數據指平均等候6年咧先至可以換腎嘅，所以我哋今日就傾下慢性腎病冇預警，分分鐘冇命。先介紹今集我哋2位嘅嘉賓，包括有腎科專科黃玉醫生、註冊運動營養學家歐倩怡 Cindy， 歡迎2位。各位觀眾，如果有任何健康問題想關注嘅話咧，都可以上到 Facebook 啦、HeartTV 健康關注組專頁嘅，或者 WhatsApp 嗰度留言俾我哋㗎。好啊，呢個時候咧，首先請阿黃醫生幫我哋講解一下，其實乜嘢係慢性腎病咧？其實慢性腎病就等於我哋嘅腎臟好慢咁受到一啲損害。咁如果呢個時間係超出咗3個月咧，我哋定義為慢性腎病。咁損害嘅後果就可能功能會差啲，或者對有陣時流蛋白尿都叫做損害咯。咁慢性腎病有個重要嘅特質就係咧，佢都係難以逆轉嘅。咁同急性腎損傷有咩分別咧？好啦，咁急性就顧名思義，佢可能係好短時間發生啦，以日啊或者禮拜計，個腎突然間受到一個急性嘅損傷。咁佢嘅特質就係咧，如果佢醫得好咧，佢可以完全好翻，或者都可以部分好翻啊，佢能夠逆轉嘅。其實而家感覺上咧，香港咧係多咗即係慢性腎病嘅患者。阿 Cindy 啊，其實喺營養學嘅角度去睇，會唔會係同我哋嘅飲食習慣有關咧？嗱，如果係咁咧，我哋就應該先了解下慢性腎病嘅一啲風險因素係啲咩啦。嗱，有呢個肥胖啦、糖尿病、高血壓、心血管疾病啦、吸煙啊、高齡啊，或者係有相關嘅即係病例。早晨啊，黃太，早晨啊，喂，咁嘅，我聽日咧就會落去泰國玩個幾禮拜嘅。咁如果打波咧，今晚最後。哦，夜啲都出唔到嚟啊？因為早啲又出唔出到咧？5、6點嗰陣又出唔出到咧？嗱，暫時咧就冇研究指出缺乏啲咩營養。咁唔緊要啊，咁唔緊要，我翻嚟先啦。我翻嚟先啦。好，我放完假翻嚟先啦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好，會出現一個營養不良啦，或者係某啲營養素缺乏嘅情況嘅，例如維他命 D 就係其中一種啦。黃醫生啊，咁邊類人士咧係慢性腎病嘅高危群組咧？慢性腎病咧，首先我哋要睇高危群組就係年紀係其中一個啦，年紀大啲個腎用耐咗，佢患病嘅機會就大啲啦。咁我哋睇翻其實腎病嚟講咧，我哋有一啲病係個成因落慢性腎病，咁最主要係糖尿病、血壓高，咁即係話如果你有家族史有糖尿病、血壓高，你就要小心咯。甚至乎你已經患有糖尿病、血壓高，咁你更加要留意啦。咁另外就係遺傳啦，例如多囊腎嘅爸爸媽媽有呢個病，你可能有一半嘅機會可能會有啦，或者遺傳到，譬如紅斑狼瘡病啊，有啲腎小球炎咧都係有一啲遺傳嘅，但係就冇多囊腎咁強咯。咁如果有啲病人佢係經常食止痛藥嘅，或者有啲痛症啊、痛風症啊，止痛藥又可以影響個腎，咁呢一班人都要特別小心咯嚇。黃醫生，早期有冇啲病徵咧係容易被忽略㗎？至於慢性腎病咧，我哋特別要小心咧，就係早期嗰陣時咧，其實佢就冇乜病徵嘅，因為我哋嘅腎咧，佢都有好多士啤嘅，即係我哋可能冇咗1成、2成，甚至乎3成，都唔會有任何嘅病徵㗎。可能我哋去到冇咗1半嘅腎功能啊，冇咗6成，我哋先開始有啲疲倦啊、腫啊嗰啲胃口唔好嘅，所以我哋一定要喺高危群當中咧，早啲做一個腎功能嘅篩查。就算我哋係一個健康嘅人士，如果我哋做好啲，都可以定期篩查下個腎功能嘅。
先前我睇到咧有啲病人群組咧，佢提咧啲腎病人士啦，佢就話咧要注意呢個蛋白質嘅攝取量喎。咁其實點解會有呢個説法咧？同埋咧蛋白質有冇話分啲好嘅唔好啊？邊一種嘅應該要食多啲㗎嘛？嗱，因為當慢性腎病嘅患者啦，其實佢個腎臟嘅排走一啲蛋白質代謝廢物嘅功能咧係會冇咁好嘅，咁所以咧就可以唔好食咁多蛋白質，咁等你腎臟佢嗰個工作負擔唔會咁大咁樣。嗱，其實咧就因人而異嘅，都要睇翻當時患者佢嗰個情況啦嚇，屬於邊一個階段啦。譬如如果係初頭第1至3期嘅，可能即係未需要咁嚴格去控制佢蛋白質嘅攝取。但係如果係譬如係去到第4至第5期，咁又發現佢蛋白質係食多咗喎，或者喺度等緊去洗腎喎，咁嘅時候咧就即係蛋白質嘅控制咧就要控制得好好啦，係啦。咁而優質嘅蛋白質咧，咁我哋都係譬如一啲豆類啊、魚啊、雞蛋啊或者瘦嘅肉類咧，都係屬於優質嘅蛋白質啦。咁當中其實植物性嘅蛋白質咧係會比較理想啲嘅。你講開食咧，不如講下飲啦，就係水啦。嗱，我記得細個咧一唔飲水咧，啲長輩啊、老人家就會嚇啲小朋友就話：嗱，你再唔飲水咧，你個腎就出事啦。嗱，而家咁多即係啲腎病咧，其實會唔會同我哋都市人咧真係飲少咗水有關呢？醫生？其實咧呢個方法咧，我咁樣解答大家就會清晰啲，我費事嚇到大家咧，因為要飲好多水。第一咧就係你首先要有個疾病嘅，咁疾病譬如你容易有糖尿病、有血壓高，咁係你嘅成因嚟嘅，呢個真係會腎衰竭嘅，搞得唔好。飲得水少咧，佢唔會直接引致到你腎衰竭或者腎病，但係佢係一個不良嘅因素咯，所以都要飲多啲水咧，係正況下係好嘅。咁除非你嘅腎科醫生就話你要水分要減少啲啦，因為你嘅腎好差，根本就排水排唔到啦。咁關唔關食好多鹹嘢？自己有時候整濃味嘢多咧，就會腎衰竭咁樣。係啦，原因一樣啦。如果你本來個病可能你有血壓高或者你腎病，呢個病已經喺度㗎啦。如果我再食鹹啲，我血壓更加高或者更加容易水腫咧，咁就更多病徵啦，咁都係唔好嘅，唔建議嘅。而家我哋咧好多時咧唔係淨係飲水㗎嘛，即係會飲下啲汽水啊、珍珠奶茶啲首要飲品啊咁樣。Cindy 其實嗰啲我哋係即係可唔可以當係即係水嘅補充，或者反而會唔會加重咗我哋腎嘅負荷㗎咧？嗱，其實咧講啲嘅甜嘢啦，係咪啊？咁通常佢都係高糖啊，咁啊高糖咧就即係一向都唔主張㗎啦，因為實在即係對於身體影響好大啦，即係都係糖尿啊嚇，咁亦都會令到身體容易有炎症啊，咁亦都會即係影響到我哋身體裏邊多樣功能嘅反應嘅。腎臟對於我哋每一個人嚟講咧，其實都係好重要啊！我哋而家休息一陣，轉頭翻嚟咧，再向兩位請教一下。唔講唔知啊！原來除咗醫院之外咧，有啲非牟利團體嘅外展醫療團隊咧，為咗提升服務質素，一樣都係用啲新式嘅醫療儀器㗎。喂，你好啊！我想問有啲咩醫療儀器咧，外展醫療團隊係成日會用嘅咧？通常必備咧，一定係啲檢測儀器啦，例如血壓機啊、血糖機啊，甚至乎而家近年咧都會流行大一個叫做手提式膀胱掃描儀器嘅。手提式超聲波膀胱掃描儀器咧，其實係有啲咩用途咧？以往冇佢嘅話，又點樣檢測㗎？其實呢部機最大嘅用途咧，就可以即時檢測到呢個受測者膀胱裏邊嘅尿量嘅。咁如果佢有需要嘅，測到佢需要去魚廁嘅，就可以帶去魚廁啦。如果佢魚廁後再測試咧，就可以睇到佢魚廁後剩低嘅尿量咯。咁以前咧，因為冇呢個儀器嘅時候咧，通常都會用尿喉去排尿啦。咁亦都可能如果要檢測嘅，唯有用膀胱鏡啦，或者一啲座台式嘅掃描儀。不過就可能呢幾樣都未必咁適合外展去用咯。呢個儀器實際係點樣用嘅咧？其實都好簡單嘅啫，只要嗰個受測者咧分屏，然之後咧又落一啲優叉山膠啦，跟住咧開著部機掃描佢，大概3秒內都會有結果㗎。呢部儀器有冇話受眾係邊啲人㗎？佢冇特定受眾嘅，希望可以用得着咧，就係一啲排尿有困難嘅長者啦，又或者一啲下肢受過重創而掌握唔到排尿時機嘅殘障人士啦。呢個儀器最終有冇話想達到啲乜嘢成效咧？希望呢部機咧可以響應到呢個叫做去除尿喉計劃嘅，係啦，因為好多院舍啦、NGO 啦，甚至乎私人客戶咧，都希望長者或者一啲患者
唔好再用尿喉，咁就希望可以透過呢部機可以幫佢哋自然排尿，咁等佢哋生活上咧比較方便啲啦，唔使用尿喉入侵式咁樣去幫佢排尿啦，方便啲提升佢生活質素同埋生活上比較有尊嚴咁樣咯。可唔可以麻煩你示範下咧？可以啊。好，而家就示範下呢個手提式膀胱掃描儀點樣用啦。好，開咗部機之後咧，因為佢係一體成型嘅，唔需要任何外置裝備就可以用噶啦。開咗機之後，直接喺呢個人造膀胱度，佢 scan 咗就可以即刻知道個結果噶啦。然之後亦都可以即刻編勾呢個結果出嚟嘅。唔該晒 Wing。嗱，新嘅醫療儀器咧，唔單止可以方便咗醫護人員啊，同時亦都令患者咧喺治療嘅過程裡面有更多選擇。確診慢性腎病又有冇得醫？藥物治療又有冇新突破？點做先可以減慢腎功能惡化？地理、環境、氣候，由南到北接近50個緯度差異，發展出不同嘅飲食文化。東北人飯台上面嘅三寶，泉州對牛肉嘅喜愛，專屬丹東嘅美味，各具特色，令人垂涎欲滴。一家人咧圍住個大鍋，幾下氣氛啊！靠山食山，靠水食水，玩得最快樂，入支個氣。腎病冇預警，分分鐘冇命。嘉賓繼續有腎病科專科黃旭醫生、註冊運動營養學家歐志賢 Cindy嘅。黃醫生啊，想請教下，其實點樣先可以確診到咧係呢個慢性嘅腎病，同埋呢一種病咧有冇話分期數㗎？有嘅，其實咧確診慢性腎病個病人通常都冇乜病徵，因為慢性啊嘛。咁我哋就第一要用驗血啦、驗小便呢個方法咧，就知道佢個腎嘅功能係有啲問題啦，或者個結構有啲問題，例如流蛋白尿，而個病人亦都好穩定，咁都持續咗3個月啦。於是我哋就確診啦。好啦，當我哋確診之後咧，我覺得咧最重要嘅就係揾個成因，因為大家都以為慢性腎病係一種病嚟嘅，其實慢性腎病係好多種病都可以引致慢性腎病。咁所以咧，第一個最重要嘅就係確診。例如，如果我懷疑佢有糖尿腎病嘅，咁可能糖尿病控制得唔好啊。咁如果佢有蛋白尿，但係又冇乜成因嘅喎，或者顯微鏡血尿，我又揾唔到有咩解釋到嘅嘢啦，都照過啲超聲波或者 CT 都唔知咧。其實我哋就要確診，例如做腎組織嘅穿刺。大部分病人有啲有腎小球炎咧，佢就當咗係慢性腎病、血壓高，咁就變咗冇去到醫治啦。咁所以第一樣嘢就要知道佢嘅成因先。其實我哋分為慢性腎病分為1到5期嘅，基本上我哋用個功能啦，我簡單化嚟講下啦。我哋可以從驗血啦，或者小便嘅測試得到一個腎小球嘅過濾功率。咁我哋簡單化，即係你有幾多成嘅腎功能咯。譬如你第1期嘅個腎功能好正常嘅，9成以上嘅。第2期咧可能係6成至到9成啦，少少唔妥啦。第3期就中度有唔妥啦，可能你嘅腎功能係有3成至6成啦。咁第4期就係洗腎前嗰期啦，得返1.5成至到3成度啦。當我哋嘅腎功能跌低過15%，即係成半咧，我哋叫末期腎病㗎啦，即係我哋講嘅腎衰竭啦。喺呢個階段咧，通常都不足以應付我哋日常嘅需求㗎啦。咁毒素會增高咧，如果再唔去諗或者計劃腎臟替代性療法，例如洗腎換腎咧，咁生命就受到威脅㗎啦，可以引致到死亡㗎啦。咁治療上方面係咪有啲新嘅方法㗎？咁慢性腎病本身咧都有好多嘅嘢可以做嘅，而家特別係用藥物啦同埋飲食嘅治療。咁頭先 Cindy 就提到啦，我哋喺不同階段會用啲不同嘅飲食嘅調理啦，例如低蛋白餐單啦，咁呢啲係重要嘅。咁有啲病人低蛋白餐單之後，我哋亦都可以補充下啲酮基類似物，代替翻呢啲咁嘅蛋白質嘅缺口，令到個營養好。咁
藥物方面咧，慢性腎病咧，除咗控制四高之外咧，科學家咧亦都發明咗一個新嘅藥嚟醫治糖尿腎病嘅。咁佢個名係叫做非類固醇抗麥皮質醇受體鉗製劑。咁呢種藥咧暫時係科研咧，因為我哋係糖尿病嘅患者係最多啊嘛，10個人慢性腎病，其實4、5個糖尿病，所以就喺糖尿病度用緊。咁於是個成績係好鼓舞嘅，佢可以令到嗰個洗腎嘅時間推遲好多嘅。咁暫時呢個藥咧就適合於有糖尿病同埋腎病嘅病人。咁但係我會覺得咧，喺科學一路咁樣演變咧，相對好似排糖丸以前都係我哋醫糖尿病㗎嘛，而家都係非糖尿病嘅慢性腎病患者都可以用。多數呢一類嘅藥將來都希望可以普及化用喺其他冇糖尿病嘅患者，咁有待將來嘅進一步嘅研究咯。而呢兩種藥，佢哋都對嗰個心臟咧都係有幫助嘅，即係意思，譬如你心臟衰弱咧，呢種藥咧亦都會幫到手喎。咁所以將來我哋嘅慢性病患者嘅希望係好大嘅。咁我想知咧，Cindy，我哋頭先一直講即係慢性腎病嘅患者咧，其實同佢哋日常生活，尤其是飲食上面咧，都好有個關係啦。你會唔會有啲實用嘅 tips，甚至乎係餐單啦，或者介紹翻俾大家咧？嗱，建議咧其實就係要低鈉、低磷、低鉀質、高纖維嘅飲食法。咁但係我哋同時咧，亦都要顧及呢個心血管嘅健康啦，所以少油少糖都好重要嘅。咁啊，避免吸煙啊、飲酒啊，咁同埋做適量嘅運動都好幫到手嘅。Cindy，點解咧腎病患者咧要少食高鉀嘅食物咧？因為咧有機會醫生處方嘅藥物啦，咁佢會減少咗腎臟排走鉀質嘅功能嘅，咁啊令到你血裏邊嘅鉀質過多咧，就會好容易有高血鉀症嘅。黃醫生啊，對於咧已經確診慢性腎病嘅病人同埋家人啊，其實可以想像到咧，佢哋嘅心理負擔係會好重嘅。有冇啲鼓勵或者建議咧，可以俾佢哋咧？好啊，咁最重要就係咧，醫疾病咧就從個淺嗰陣時開始，及早就醫就最重要啦。咁大家唔會覺得自己患咗慢性腎病就世界末日嘅，我哋一定係將佢當係一個人生嘅一個轉捩點。就係而家我要檢點啲啦，我要定期去覆診啦，我要定期按照醫生嗰個方法去食藥啦，同埋我要運動啦，我要戒咗啲不良嘅飲食習慣啦，我要健康飲食啦。其實呢啲嘢大家諗下咧，其實正常人我都都有不同嘅疾病，咁我哋早啲做緊會好咯。所以人更加多嘅支持，希望你都感染埋你嘅家人，令到佢哋都健康。因為你煮起餸上嚟好難話，淨係幫你煮一。Your body has a sixth sense. Until now, few understood it, but scientists. 而全家都食得好健康，亦都預防到佢哋嘅疾病咯。咁所以我哋凡事向好嗰方面諗咧，就唔好當佢係世界末日啊，每日都愁眉苦臉啊。我哋反而就覺得啊，呢個係一個新嘅開始咧，我哋可以樣樣正面啲咁去做，咁樣就最好啦。今日唔該晒兩位嘉賓啦，大家記住啦，慢性腎病咧及早醫治係有得醫嘅，記住咧保持心境開朗正面。如果成日用滑鼠，而隻手開始又有麻痹，甚至乎夜晚會因為手痛而扎醒，就要小心啦，事關有可能患上俗稱滑鼠手嘅腕管綜合症啊。Elson 啊，咁其實咧點解會用得滑鼠多咧，就會出現呢個滑鼠手呢個病咧？通常咧你哋用得滑鼠咧就好勤力工作啦，就會成日咁你非正式統計，我真係好非正式啊！你嘅手指喐嘅次數咧係可以成千上萬次嘅，佢哋係咁就會變成勞損啦。咁其實當我哋嘅筋腱喺手腕呢啲位拉下，就好容易慢慢會有啲腫啊、脹啊。而咁啱腕管嘅呢個位咧，我哋就嗰啲冇乜彈性嘅肌腱冚住，佢就會積住啲腫，我哋就慢慢壓住咗啲肌腱之外，仲壓埋神經添。咁但係個病情嘅發展係點㗎？首先咧，通常你就會覺得冇乜力啦，慢慢甚至有啲麻痹啊，尤其是呢幾隻嘅手指頭啦，跟住到呢度都開始成個手掌又會痹，甚至腫起上嚟。咁再衰啲咧，就會有啲可能火燒嘅感覺啊，攣唔實嘢添。我哋有幾樣嘢會做嘅。第一樣嘢咧，我哋就要放鬆翻我哋前臂嘅肌肉啦。假設你而家係坐喺辦公室啊，咁坐咗喺度咯，已經將你有事嗰隻右手放咗喺大髀或者台面先，係啦。
然之後我哋要放鬆邊啲肌肉咧？我哋要放鬆前臂上半橛呢一度，最肥美最大嚿嘅呢一個位置啦。然之後我哋就用另一隻手嘅手掌根，又或者係前臂啦。我哋咧就俾少少力按壓落去，按實佢直到佢有少少冤嘅感覺。